白碧霞姑娘係萬國宣道浸信會西差會差派嚟香港嘅女宣教士，生於1946年1月7日。佢喺香港侍奉嘅時期係由1974年至到1994年，一共有20年咁耐。白碧霞呢一個咁好聽嘅名呢，係由毛瑾牧師 James Morgan 同一位中文語言教師根據佢嘅英文姓氏 Big House 呢3個響音創作出嚟嘅。雖然佢要較長嘅時間先能夠適應呢一個名，但係佢係好喜歡自己嘅中文名㗎。當白姑娘升讀大學嘅時候，佢參加咗人生中第一次嘅宣教旅程，就係萬國宣道聯會西差會去南美洲智利嘅暑期短宣。佢加入宣教行列之前，佢曾經喺菲律賓侍奉咗2年。按常理，佢應該係返去菲律賓做大職侍奉㗎。但係當佢求問上帝心意嘅時候，佢開始留意到香港仍然有好多人係未聽聞福音，而差會嘅領袖亦都鼓勵佢考慮學習一種更加困難嘅語言。從佢嘅代禱信裏面，我哋可以睇到佢係點樣尋求神嘅心意。喺1973年5月嘅代禱信裏面呢，佢提及到佢求問主要去咩嘅工場，而1973年10月嘅代禱信裏面，佢表示睇到香港嘅需要開始有負擔。喺代禱信裏面，佢曾經表達過佢應該順理成章咁繼續喺菲律賓度侍奉，但係當白姑娘睇到聖經箴言裏面3章5至6節咁講，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因此，白姑娘放低自己嘅意思，開始喺 ABWE 做宣教士學生，一心等候神嘅心意。喺嗰陣時候，有一個好富挑戰性嘅工場觸動咗佢，就係香港啦。一個土地面積只有400多平方里嘅地方，住咗400多萬嘅人口，千千萬萬嘅家庭住喺廉租屋裏面。佢哋誠心咁向嗰啲聽唔到、睇唔到嘅祖先膜拜。最後，當白姑娘知道有一個本來喺香港嘅單身女宣教士突然要離開啦，喺嗰段時間，神又藉住以西結書22章30節裏面所講，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個人重修牆垣，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滅絕這國，卻找不着一個。經文裏面佢就正正睇到，就係嗰個站喺呢一個破口裏面嘅人，所以佢好認定呢一個係神差佢嚟到香港。而白姑娘的確係一個事事求問上帝、信服上帝嘅侍女。1973年8月16號，差會指派白姑娘去接受前往香港宣教嘅挑戰，並且開始建立更大嘅禱告網，為佢而面臨嘅
挑戰嘅侍奉去代禱。1974年8月，佢終於到咗香港啦。喺佢嘅代禱信裏面，係咁樣寫佢對香港嘅第一個印象：到處都係高樓大廈，密密麻麻嘅，好多係靠左而唔係靠右嘅交通路牌。居民夜晚係着住睡衣出嚟散步，到處都係中文嘅霓虹燈招牌，臭味、濃煙，街上都係熙熙攘攘㗎。面對宣教士嘅挑戰，福音讓人生命嘅改變係侍奉者最大嘅動力。喺侍奉嘅早期，主係畀咗白姑娘唔少嘅成果同埋激勵㗎。就係佢喺1975年9月嘅代禱信裏面睇到神大大祝福 ABWE 喺香港嘅宣教工作。佢話到十分感謝神係聽佢嘅禱告。喺 ABWE 辦嘅7月嘅夏令營裏面呢，有120位嘅參加者，一半以上係由未信係變成為信徒，或者係由信徒表示更加會愛主，有一個人更加會話會全時間嘅奉獻。而8月嘅夏令營雖然規模較小，但係亦都有5位嘅人士決志。嗰一次係白姑娘第一次用廣東話去帶領一個叫做 Kitty 嘅姊妹係決志㗎。喺呢一封咁簡單嘅短短嘅代禱信裏面，其實已經睇到滿滿嘅成果，同埋弟兄姊妹忠心代禱嘅結果。而且信中亦都提到有一啲未信朋友嘅禱告，為信主嘅係可以去建立個人靈修讀經生活嘅禱告。喺後來嘅代禱信裏面，亦都睇到神係聽到呢一啲嘅代禱，而呢一啲嘅名字係不斷嘅係被祝福噶。白姑娘曾經喺唔同嘅工場都有侍奉，而每一次佢決定離開一間教會嘅原因都唔同噶。例如和樂，佢當喺和樂自立之後，佢仍然都留咗一段嘅時間，因為有一啲嘅侍奉係要繼續發展落去。而謝牧師亦都俾一啲嘅計劃佢去完成，所以佢一直喺和樂逗留咗一段嘅時間，直至到佢覺得和樂嘅弟兄姊妹唔再需要佢，先至離開。至於長康浸信會，佢亦都決定係當長康自立嗰陣時候離開。佢講俾弟兄姊妹聽，佢只係一個嘅棚架，當建築完成啦，佢就會被拆落嚟，而去第二啲嘅地方。當佢認定神要佢要做嘅事已經做完，佢就會信服神嘅帶領而離開。就好似一個建築嘅工程中進行嘅棚架一樣，完成咗啦，就靜靜嘅隱退，從不喧嚷邀功。通常佢離開一個工場前，都會好有計劃咁培訓呢個接班人。例如喺長康，當有各方面都有成熟嘅領袖之下，佢先至離去嘅。不過佢亦都好信服神嘅時間，即使佢離開田寓嗰陣時候，正如佢所講，情況仲未係好理想，但係佢仍然好積極咁去俾教會，將教會係交俾呢一位創始成終嘅主，因為佢相信呢一間唔係白姑娘嘅教會，而係主自己買贖返嚟嘅教會。神係有權調配工人，總會有佢嘅安排嘅。佢能夠講非常流利嘅廣東話，而且仲識寫唔少嘅中文字，加上佢好樂意融入中國人嘅文化，
呢啲就係佢可以喺香港做一位成功宣教士嘅重要原因。